好啦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今仔日的台北股市，这个早盘就袂输咧坐分销飞车，一度徛回2万点的关卡，但是一下啊，尔就随个落落去，然后震动超过500点，加上美国半导体关税大转弯，嘛，互今仔日的台积电升起后落。上尾也是落24块，一张来到865块。啊，那今仔日的台北股市是落15点，以19513点来收盘。周一盘面涨跌互见，但早盘就像坐云霄飞车，一开盘往上直冲，接着往下回跌，剧烈震荡。台股伫今日以19686点开盘了后，一直冲，搁要徛起哩到2万点，短短差不多15分钟尔就败落来。好袂少投资人的心情，甲早盘同款是起起落落。短短不到半个月时间，融资余额降了1000多亿，融资当日减额来到140亿以上的话，大盘大概在1个月到3个月上涨几率有80%以上。专家嘛分析讲，虽然川普的半导体关税政策将伫美国时间10时公布，嘛讲手机啊、电脑甲消费性的电子产品拢掉，也不有时间人反应，所以讲早盘影响较无遐大。也不过台积电依然有压力，要徛起哩900块的关卡了，油红、冰欧甚至要落来到较无顶礼拜5的收盘价。航运股以及内需股，那目前呢是支撑台湾今天走势的一个主力。各类股起的较济，落的较少，尤其是电脑运输、供电类股气势真强，要起超过5%。对顶关税暂缓90天，伫市场掀起抢运潮，带动海运股。万海起停，阳明嘛起超过半支。习近平最近已经开始出访东南亚国家，那未来不排除会去欧盟拜访，不排除这个中国大陆它会联合其他的友邦一起出脱手上的美债。美中的贸易战继续之战，加上美国半导体关税大转弯，拜时还有台积电的发税会，这种会影响到市场。股市是红还是青，存在真济变数，投资人嘛是都爱谨慎因应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依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